桃园市野鸟协会附设的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，去年救治2100只野生动物，比2023年增加将近200只。这嘛显示讲需要救援的动物一直在增加。另外，鸟仔弄捕的虫仔案件，嘛对2023年的3.9%增加到6%。鸟仔防虫虱的危机是愈来愈严重。真细致注射照顾，桃园市野鸟协会附设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公布，去年救治2100只野生动物，比起前年的1901只增加约200只，显示野生动物救援需求继续升悬。其中，由于以鸟类救援上济，野鸟协会也头一摆公开救伤地图，希望改善规矩，降低救伤。鸟的救伤数量大概占到8到9成左右，这样。那其他就是哺乳类跟爬虫类。救伤方面，枪杀的比例非常高，尤其它撞创的后，死亡率更高。为救伤数据分析，动物年医状况甲季节变化高度有关系，尤其集中伫5到7月繁殖季节，风台来受救伤数量也明显增加。去年除了16.62%幼鸟落手送医。随着愈来愈多见到使用大片玻璃帷幕，弄到虫仔案件也会2023年的3.9%增加到6.05%，鸟仔虫虱规矩加重。不知道就撞上去嘛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要改善，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边有玻璃的存在。那例如说贴一些线啊，或者说贴一些图案。我们赞成鸟会的观点，一起呼吁这些大楼的帷幕能够加上点阵图或者是条形的图案，然后减少撞击的事件。桃园市野鸟协会表示，鸟仔飞的速度紧，无玻璃概念，大片玻璃帷幕建筑物应该采取友善野生动物设计，包括加装坠落来的物件，使用点阵大纸，也是采用雾面，也是抗反射玻璃等，有效降低鸟仔虫虱的几率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